當前全球政治同埋經濟不確定性升溫，黃金作為傳統避險資產嘅需求持續上升。咁喺呢個背景之下，特區政府正積極推進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嘅建設，以鞏固同埋提升自身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同時發揮獨特優勢，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從2024年首次提出打造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去到舊年闡明實施方向，再去到日前喺第19屆亞洲金融論壇上邊同上海黃金交易所簽署合作協議，公佈設立由特區政府全資擁有嘅香港貴金屬中央結算系統有限公司，即係港金結算公司。香港正以系統性規劃同埋務實嘅步伐，建設具影響力嘅黃金交易樞紐。是次嘅合作協議包括兩項前瞻性嘅安排。第一，建立香港黃金中央結算系統嘅高層次協作治理架構。港金結算公司董事會主席將會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擔任，上海黃金交易所代表就會出任副主席。兩地攜手推動結算平台高效建設，並且同國際接軌。第二，開拓實物基礎設施協同同埋市場互聯互通新路徑。滬港雙方將會探索依託上海黃金交易所實物倉儲管理體系，為香港本地同埋海內外市場參與者嘅黃金業務提供實物存儲服務，並探索為投資者參與市場提供業務便利同埋技術支援，構建真正一體化、高效開放嘅黃金生態圈。香港毗鄰內地呢個全球最大黃金消費市場，同印度呢個重要市場距離亦都唔遠。香港同倫敦、紐約嘅時區有互補性，能有效串聯全球黃金交易市場，實現全球接近24小時不間斷嘅交易。香港一直都係亞洲重要黃金交易樞紐，前身為金銀業貿易場嘅香港黃金交易所已經運作咗好多年，擁有深厚嘅市場根基同埋行業經驗。為咗切實打造黃金交易中心，香港交易所喺2023年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舊年嘅年初更加成功加入 LME 嘅全球倉庫同埋交割網絡，藉住一國兩制，背靠祖國之便，將內地同埋全球最活躍嘅金屬交易市場緊密連接，為發展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奠定咗堅實嘅基礎。特區政府舊年11月同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簽署咗合作備忘錄，共同推進深港黃金領域嘅合作，實現兩地黃金產業優勢互補。咁喺呢個安排之下，深圳可以提供高質黃金冶煉服務，未來可以構建香港進口、深圳冶煉、出口海外嘅聯動模式，吸引海外黃金精煉商嚟到香港服務全球同埋區域市場。唔少外資企業早就已經睇好香港成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嘅發展前景。瑞士黃金精煉及交易公司 MKS PAMP 舊年10月正式喺香港開設新地區總部，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嘅地位，擴展亞太地區嘅業務。此外，特區政府推動由香港機場管理局同埋金融機構喺香港拓展黃金倉儲，以3年超越2000噸為目標，建造區域黃金儲備樞紐。2000噸實物黃金嘅儲量，相當於當前全球央行持有黃金儲備大概5%。建成之後，將為黃金實物交割提供堅實支持。咁另一方面，機場管理局已經立項擴展喺機場嘅倉儲設施，規模將達到1000噸級別，兼顧本地儲存、交割同埋過境轉運嘅需求。對香港嚟講，打造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將為經濟添加增長動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喺簽署儀式指出，今次同上海黃金交易所簽訂合作協議，體現咗特區政府堅定落實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推進高質量金融開放，促進香港與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黃金市場嘅協同發展。
黃金交易生態圈可以帶動保險、檢測認證、物流等配套業務需求，同步擴充抵押、借用、對沖等衍生交易，逐步搭建完整生態圈，推動多幣種，包括離岸人民幣嘅交易、清算、交割同監管體系，形成完整嘅黃金交易中心同產業鏈。黃金市場同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嘅構建，勢必強化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嘅聯動效應，提升整體競爭力。最新宣布建立嘅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將解決場外交易清算不便嘅弊端，並且可以提升香港黃金交易同埋實物交割嘅可靠性同埋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同時增加佢嘅流動性。特區政府是次同上海黃金交易所簽署合作協議，係兩地長期衷誠合作嘅成果。香港同上海早喺2010年就已經簽署關於加強滬港金融合作的備忘錄，目的係積極推動兩地金融合作同埋聯動發展。多年嚟，雙方一直同心協力，深化交流，始終係以加強兩地優勢互補同埋戰略合作為前提。喺加強各自競爭力同埋吸引力嘅同時亦都一同推動內地金融高質量發展。就黃金交易方面嚟講，正如許正宇強調，同上海黃金交易所簽訂合作協議，開啟香港同上海攜手塑造全球黃金市場未來嘅新篇章。特區政府積極有為，必定會把握歷史機遇，搭建更堅固橋梁，激發創新，為全球投資者同埋經濟體創造持久嘅價值。展望未來，隨住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建成，同上海黃金交易所簽訂合作協議之後，跨境合作機制將會不斷完善，香港發展成為同倫敦、紐約並駕齊驅嘅國際黃金交易樞紐，指日可待。